这边就是小狗狗。这3个。耶耶，嘿嘿。站到旁边，站到旁边了，哎，不要旁边。你穿进去，他说他的噻。谁来啊？他们的御用摄影师，好了，是不是？摄影师。好了。有脚的。有那个特好的那个。阿婆，哎，不是，就是阿婆的嘛，阿婆我的啥？那个，又来了嘛？卡着嘛？啊，又来了，又来了，没得油了。老板不要过去，听吗？过来，不准过去。今天出来跳的比较早啊。
刷掉啊，去刷掉，哪儿去耍？我是让俺去刷掉，已经很累了。5点耍去吧，都回家了。我还不是出去耍的，还要等半个月吧？才耍9月份。手机里的雾，地有万有梦，手中有把二，唱有不有泪，手中有那这有。好热呀！汗水直冒，汗水直冒啊！我都没跳成这样子，还不知道他们跳舞的。他是纽约的走奏场的团队。
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啊。先过节的嘛，过节就喝青稞酒，七夕节喝青稞酒。不要跑，光着跑，光着跑，好了，不要跑，怎么样？听没有？你却躺你不见了，上路并无所言了，不要跑吧。难道说你的当巴里，又说当天的你的里，说你的说你。
团队的一个女的那个，我在团队的。前面男的比较多啊。女的话，先过节去了。我可能是。哦，七夕节了吧？我是。团队的女队员一个都没有啊。苏拉呀，丽丽啊，这些都没来。哦，不是说像吴佳墨呀、小罗啊，那都没来了。今天全部是小西西啊、卡卓啊、什么有真啊，没有几个来的。是等会儿来吗？先过七夕节。今天一个女队员没关发发现说那个有热，大家都好多都走了，是啊，在外面走，全是男队员。女队也都能过几天，男队也都不错。喝水来了。香格里拉。对，今天的队员全在过情人节。今天温度29度。对，今天全部男队员全部来骑了，基本。小胖也来了。好噻，好了，有没有看到？好的，今天给他补节吗？啊，他补节吗？没有，没到，都在这。只有找罗昌了，吴佳墨也没来，吴佳墨都没来。不要跑嘛，不要跑，到外面有狗狗，它要想吃。对啊，没多少钱的车。杨吉兰的声誉，都商量好了的，今天这场队员都没来。
来绿呀，阳水来木都送风来绿呀，阳水来木都送风来绿呀。七夕节快乐！啊兄弟！好吧，过来，要跑。咱们跑过去。呀！进来。啊，有水有水，有水，谢谢。这里前2天的水一直在有喝。爸爸，你为啥子往前面跑啊？他站起，他要站。真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女队员，真是他那一个都没有，全是男的。哎呀，是手报恩了。不要，他要出去玩，不让他出去。嘿。
把它顶到的。不能跑这边，绕过去。绕过去，那个。一个一队员都没有，这边就不去商业一队去，加入一个正式队员也可以。他除了开一个就去。你像苏娜和吴嘛，还都是加入团队的。啊，都是去。男队员全部基本都来了，这个女队员一个都没看到。哪个？啊，这个，那个啊，王伟来了吧？王伟出去了。前面那个啊，好像没急，我都不好，好像没急，但是不上没急，不是，他是没急，这个了，这个是卡座，卡座，对，他是6月回来的，哎，好说啊。手啊，对，就这个。他昨天在团队，昨天跟罗少他们玩儿，他们团队的嘛。也说在团不团队的，6月的做在团嘛，6月的做在团嘛，6月的做在团嘛。对，他们不叫取这个名字了，他两个人还取一样的。
你绕这儿就北了啊。忘记搞的鬼。有真不在了呢，全把去上。不适合，不适合。拽一下啊！不锅，搞错了，不锅。不锅。
这个才美嘞，真的。这个穿黑裤这个才美嘞，真的。后面那个呢？西西嘛。甚至后面那个徒弟呢？啊。甚至叫徒弟呢？啊。这个甚至叫徒弟呢？徒弟。不知道我谁徒弟多的。我抖音他的那个，我们抖音动会加了的，就是想取名字了。他认到我，我认到他，记不到了。主要他来的时间比较少，他现在会消息在来的比较多。没有了。不要跑，看看，光得跑。跳吧跳吧，这个可以。他光来冲了，不准跑。这个可以哦。哎，光在旋哦，太多了。他不要跑了嘛？他想出去，旁边有狗狗。未来越跳越跳越好了。
新了，全部新过。不像，真的不像。哦，这我喝了啊，现在。下不下嘛？太爽了，热的酸爽。
时候是男的吧？这个是女生的，14岁，可以说15岁也可以。还有他要发蓝牙吧？来，那个放放。好，真的。你们要跳什么？我吧。我来点吧。这个吧。啊。可以几号？笑，兄弟，笑，白金可跳吧？笑，白金可跳吧？他真的。就有几个新的都要跳嘛。会嘛？关键是跳舞坚持学，这边是不然红心，坚持学嘛。就是我一天的8个。开紧裤。哎，往前过来。好去。往前过来的。我起来，欺负他了。人生去说，希望他事业都可以。
有还有，他不要黑金个，白金个要。黑金哦，弄了。哎呀哎呀。天好带走。哎呀哎呀，我出来了，还是给我接。现在没带电源没带，现在只有90%完全足够了。还是有30-40个吧。今天有点特殊，我觉得七夕节没有女队员一个都没有，包括苏拉呀、小西西呀。还有那个卡卓的那些都不是团队的，团队的一个都没来，男队友基本都来了。8月10号星期五，星期五吗？星期六？今天星期几啊？今天星期六。还跳不跳？ 9点。 6:15了。还要跳呀？啊，还有5分钟。好久不来了，你长壮了，是吗？是比原来壮些了嘛？王鑫也壮些了。哎，我要减肥。长壮了嘛，男人好嘛。绑这儿了，不跳了吗？ Hello，
啊，谢李老师，什么时候来了你？你什么时候来了？刚就过去。这个是卡座，有什么？对起啊，那个黄金三哥，来，我以为啊，一起照个相，王三哥一起嘛。东山鸡好。哎，好嘞，拍个视频怎么来头？好嘞，啊，照相呀。好，谢谢哈，阿妹，珍惜点点哈。这个可以啊。I'm leaving on Monday, so I might not be able to see you guys tomorrow. 李老师，那我给帅哥两个照一张，阿妹给我们两个照。远一点，全身的。星期一就走。远一点。好，谢谢阿妹啊！啊，珍惜点点啊。OK， bye。so next Monday you back. You tell me Monday you back. Yeah, I'm going back on Monday. Monday. Yeah. 走了， OK， 好。明天回来了。哦，星期一就走了。对。Bye bye. 好，拜 Take 拜。 care. OK， I'll watch all your videos. OK，拜拜。回电了。又回美国了。哎，对。我这儿相机没带电源，没有电了，都没电了，这马上自动关机了。他们星期一回美国了，真的，他回美国纽约去。他以前是拉萨的吗 OK， 我就关了，没带电源。I should take my power bank. Camera the power off. OK， 哎，好，OK。无人本色啊，无人本色，对，嘎荣就很厉害的。那个小男孩没来，七月你说的无人本色，嘎荣龙舟吗？木头的木吗？那个放牧的牧，牧人本色。无人本色啊，无人本色。对，那个嘎荣龙舟现在在境外经常都他们很多新舞都靠他领的，他学新舞特别才14岁，我知道，才14岁是不是？还有15岁，14岁。他刚来的时候没有那么会跳，他刚来我就认识他，那个时候他还长得都要小一些，没现在那么胖。刚来的时候就看着就像小孩，过了一段时间长胖了又长黑了，就看着要成熟一点。小孩哥14岁，他叫嘎荣龙舟，他最早来的时候他在青阳宫。他来学那个学中文的嘛，是吧？他在高中桥里面学中文。
他经常在摆摊的嘛，我听他们说他经常在摆摊的嘛。谢谢那个跟达拉姆分享直播间，感谢。小胖叫啥？小胖我还真不知道，他一会儿问一下他吧。好，待会儿问一下他。反正他们叫美团那个叫啥？派货呀，搞羽绒服的。全民搞完了，应该有。扎叔带他们学那个新路。路人本色。达拉姆，你学会没有啊？这个，还有拉小姆也在哦，你们两个学会没有啊？这个我还挺好听的。小胖是藏族的，小胖是那个青海西宁过来的，他是藏族的。他抖音写了一个什么东拉小胖，然后我待会儿问一下他们的话。给我连线嘛。有点卡啊，那可能今天信号不是特别好。啊，你今天是在上班还是没在上班啊？我觉得你们上班挺好玩的，还能偷偷跳会儿舞。我也在。哦，开运动啊！你看好多人啊，这儿最后都取关啦，做小菜啊，还有中二。今天这是一个大家。我后面啊，今天还有雍真在后头，还有小扎西在这儿，就这几个。大部分人还是都没回来。登资应该也在附近吧？好，这个交易问题。哦，小孩哥来了。那你咋没来啊？那个扎龙秀，你也没来跳吗？有事情吗？在打西部，对，刚刚跳的好，韩国马舞。他这个是非正式跳，他一般不会穿。他要是录视频，他就要去把这个穿上。他的那个同学在我旁边，我估计他的装备放在他的然后需要穿的时候他就把它穿上。这个是安多巴部落。就是那个罗什巴丹的，好像是新歌，那罗什巴丹还是罗什巴丹？很去拍了3米远，那个山寨，然后是我喜欢的，所以说我大部的镜头角连去拍了3米。
可以收了，可以收了。我不打瓦，19岁，健身小胖。
这个跳这个舞很累。老板，过来，当没有？没有。老板，过来。他们过来哈，不要去踮脚。开始。
这干嘛呀？不点8点，对，不点8点，放这主要的。一看就像是那个船夫拍的，一看就像是船夫拍的，你放的那个。对，你那个厂子挺大的，你那厂子挺大的。